陳興投自私，欠債欠租搞生意，欠債數百萬，導致師生都叫慘。員工傳日記，隨記爆粗口，難道你是教師？請你來批改。派發餐券就當出醜陋，喪得敗操行報章公告，招外人作韭菜，詐騙了還賴賬，連銀行亦中招，而同事亦陪葬，撞騙招搖。你慢慢間笑，停熱啦，無牌營業路線，偷偷將100%貸款轉移，動搖了8二書4層像丁蟹。從威靈頓街每季確分店10年，屢戰再屢敗，有説開足幾百間。牛魔王雜話太暗似軟胎，用半配肉味跟幾片殺死近。有錢登報是外爭人才，説天又説地，有錢開店，不論財政管理，詐騙了還賴賬，連銀行亦中招，而同事亦陪葬，撞騙招搖。你慢慢間笑，停熱啦，無牌營業路線，偷偷將100%貸款轉移，動搖了8二書4層像定罪。無牌賣手續渠項，係有1賓跟花甲粉，就算法官裁定你理虧，也冇服從敗訴，連銀行亦中招，而同事亦陪葬，撞騙招搖。你慢慢間笑，停熱啦，無牌營業路線，偷偷將100%貸款轉移，動搖了8二書4層像丁蟹。余德成遺孤，發布了一段食評，你告這是服，令對手一呼百應。好極品啊！呢單嘢啦，呢單嘢真係係你人生最難食。屌你老母爛臭化閪！